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福气的时间咯。在热天的世界啦，水比凉凉的柠檬水、柠檬茶，是唔是真幸福的事情呢？讲到鸦片啊，台湾慢就一位后生的，佢看到妈妈辛苦种出来的毛土柠檬，无受到人客的欢迎。佢都接聽講，跪到路卡聽數媽媽來買檸檬，冇注意到，結果係因為安尼來創業嘅哦。創業之後啊，甚至於講同全台灣嘅社農有共同理念咧，共下來合作，來共下推動一個檸檬嘅事業。到底佢嘅創業故事係樣板咧？大家來邀請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吧。馬上來分享我哋慢慢嘅家咯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慢慢加樂檸檬嘅吳家樂。哇，家樂歡迎嚟到現場哦！哇，你到現場啊，馬上空氣地板啊，全部係檸檬嘅香味，你看帶了安度嘅檸檬。唔前開始講法哦，都漂藍水都見流出來啊！家樂頭頭有講到啊，這個因為你看到媽媽辛苦種出嘅檸檬哦，無數多人喺分享，嗰時將會跪到路卡嚟聽數買檸檬啊！你之前係睇做乜嘅呀？考教完畢業以後啊，入去台北漂工作差不多10年，後來都調派回南部，一直到現在都是平日上班，假日都回去店裡面聽書。為了買檸檬呢，係因為差不多7、8年前，嗰時節我回去路放假回去路卡嘅時節啦，有聽到我媽媽講，種嘅檸檬啊，價錢貴唔好。可是，在當時有一個連鎖飲料店的翡翠檸檬很夯啊，帶動檸檬在市場上的價格。我就想講，用可能價格會唔好呢？原來就是檸檬是一種有很多蟲害的一個水果，一般要用農藥來防治。小矮媽媽她不想用安德優格，所以她很少撒藥。那你要不常撒藥的話，你就會變成檸檬很多賣相不好的臭皮檸檬啊。哦，就因為安尼，聽到講人家講啊，媽媽買嘅檸檬冇安好，其實若不假使有安好，你就想講啊，過來聽說一下，看下先路卡嘅情形會唔會有改善安尼，係嘛？因為嗰時間爸爸媽媽種嘅檸檬啊，他們是送到北部的批發市場去銷售。那你在市場上啊，只以外觀的大小，然後漂不漂亮來決定檸檬的價格。那磨砂優格當然大部分就會不好看啦。我都會衝。安呢，就是像這個就是檸檬，很容易有的一種蟲害，叫做溴螨。溴螨它在吸取檸檬的表皮的汁液之後，然後它就會使檸檬造成這個表皮上變咖啡色的，很像我們人受傷後結痂，然後留下的疤痕來。也親像那個人講的桑蘆嘛，吼，都皮要粗粗的，康康的 QQ 安呢，對，遠遠看會以為是奇異果。真是其實也可以變做一類特色的，假使講佢按均勻的吧。對，所以後來啊，我就是在市集上，我也把這些檸檬啊取名叫做奇異果檸檬，反而會引起很多客人的好奇，說什麼是奇異果檸檬？以為是新的品種，其實不是，它只是外表不好看，但它切開來裡面還是一樣，皮薄多汁，很香很好的檸檬。也算係特色嚟一個創意嘛，吼。那安尼講咯，貴到路卡嚟聽書啊，萬些時節路卡都睇種檸檬嘅嘛。我細時節路卡係學嘅，那後來我爸爸返鄉之後才種檳榔樹，檳榔樹種了1、2年，然後快可以收成的時候，他就把它砍掉，種成檸檬樹。那為什麼呢？一來是因為那時候檸檬的價格收成比較好，二來是因為其實檳榔對身體健康也不好啊。講個強嘅對人嘅事咧，其實對人冇嘛，吼，佢都想到安尼，都全部倒hết，都出嗰種檸檬。係啊，哇，我爸爸也真勇敢嘅，也是很有勇氣啊。你路卡人家種嘅檸檬差唔多面積1台呀，差唔多有2角田。哇，真大呢！對，全部媽媽一個人喺種啊。主要係我爸爸媽媽。鄉下睇咧。係鄉下睇種，係。我過到路卡之後，因為要推廣買一個檸檬嘛，要同路卡人講，參詳看下先，要按樣嚟推廣。因為當時啊，拄好我媽媽為我大姐種的甘蔗收成，那甘蔗不撒藥，它會有很多表皮一點一點紅紅的，所以就要靠我們的能力去把它削掉，然後來榨汁。然後因為豐收，所以榨了很多的甘蔗汁，那喝不完啊，我覺得很浪費，我就想說，不然就放在網絡上讓親朋好友來分享好了。後來我想說，甘蔗跟檸檬也很搭啊，那個甘咪啊，然後我就搭着檸檬一起這樣子，也沒想到回響很不錯。就這樣開始慢慢推廣媽媽種的檸檬。你先用甘蔗同檸檬澆下，然後做涼水來賣，
当时只是想说，甘蔗跟柠檬很搭，就是可以让大家回去搭配着这样子使用。哦，你简单一个小小的创意，你做成一个无共样的回响的吼。系啊。啊，你对卢卡对你几类啦吼，我推广一个柠檬天出来卖，卢卡有冇个反应冇？其实一开始，卢卡你知道俺几类来创业的时间啦，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啦。那像俺妈妈，她就很担心我要把工作辞掉，然后没有赚钱就没有钱吃饭。冇吃饭，对，冇吃饭。你那卢卡的老人家谈到也个吼，注意他的反应乱的，请讲讲几多卢卡冇工作的，然后冇好饭，都是吃唔饱的。系啊，又讲来做太辛苦，太可怜了。然后因为妈妈总是有比较多的担心嘛，这也是我现在还是一样没有把工作辞掉的原因之一啊，因为哪一个性比较龟毛，然后。所以我就坚持原料都要用好的。那可能我爸爸的个性比较传统，他就会认为说，那你开店做生意就是要将本求利啊。那像我这样什么都要用好的，要怎么赚得了钱呢？他刚开始啊就不能够认同，然后所以就眼不见为净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来我们店里。嘿，算嘿小小的闹脾气啊呢。就是说因为我都会跟他说啊，你不要管啦，对我就是要这样子做。那因为没有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平衡嘛，所以他干脆后来我就不要来店里，我就不要管，不要看到我就不会觉得，我们就不会有争执了。都唔会有沟通上的那种落差啦，安尼系咪安尼讲嘛？安尼讲咯，几多卢卡已经10年了嘛，都更加开始推广柠檬，都更加然后有听说去妈妈演的地方，安尼种柠檬啦，也都有正理嘛。其实一刚开始的时间没有呢，因为还不了解他们的辛苦，直到后来我自己创业之后，然后才知道说啊，原来种柠檬是这么辛苦。那我们就开始会帮忙采收，然后会帮忙除草，这样子。你冇因为冇经验嘛吼，头下的时间都去听书的时间，有发生过某个影响过什么事情吗？有啊，头下考试的时间。不知道柠檬要怎么采啊，然后就大大小小颗都给它采下来了。反正看到的都会柠檬嘛。对，你远远看好像成熟可以采的，可是采下来之后才发现啊，怎么那么小颗？那妈妈如果你采这么小颗采下来，很可惜耶。对。结果给洗也做唔得卖，也可能做唔得做其他用途嘛吼。对，就是价格会很不好啦。就弄黑些。有个弄黑些。好彩啦，不过会不会有经验，都唔会发生过一件事情。安尼讲咯，伊头下谈讲唔讲，我来推广柠檬嘛。甚至于还能讲妈妈种的迄毛多的柠檬，因为一件事情，甚至于讲种妈妈的柠檬还难去做认证，迄唔咩安尼啊？系啊，给董事长想讲，既然要卖的话，那无农药的残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啊。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取得检验证明嘛。所以俺如偷偷的把他们的柠檬拿去检验，因为俺爸爸妈妈会认为说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去检验啊。那时候检验费一次要6、7千块，那长辈会觉得说我要卖多少柠檬才能回本啊？真是，今年的观念地方吼，真是一千台币的一个钱。啊，佢说证明的有用办可以卖嗰度柠檬嘛，可能对今年来讲。就冇一个想法嘛。对啊，而且那时候7年前的无毒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普遍。那后来我就拿着检验报告给他们说，你看啊，等中的柠檬归活啊，真的就是没有农药残留啊，也让他们对自己的柠檬有更多的信心。拿出来讲，你看政府同样能挂保证，系咪安尼？因为妈妈会做嘛，各位想讲，我来种一个摩托的柠檬，其实对头先有讲嘛，以前7、8年前有个摩托的观念含着安好的时间，所以妈妈会想到，然后我来先种一个摩托的柠檬，因为种摩托的柠檬。其实头先也有讲啊，冇简单呢。大家因为想讲啊，种东西就会来卖钱嘛，用办会选一个安辛苦的路呢。因为俺妈妈她之前有良性的肝肿瘤，所以她切掉了一半的肝。那所以她对吃的东西就会比较谨慎。那所以一路做农，她就不想要用太多的农药。对，然后那后来我就跟她说，妈妈，你既然都那么少撒药了，你要不要干脆就不要用药就好啦？可是长辈会很担心说，那我那抹沙药感，我要抹鼠嗓啊，全部本松的事。抹如会出会多啊。那如体分析讲，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完全不用农药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升我们柠檬的价值竞争力。然后那我们现在自创品牌、自产自销，
也可以让这些丑皮柠檬啊，可以再加工利用，就不是烦恼它的出路。然后我妈听了之后，她其实很快就能够接受了。哦，无简单呢，因为我谈过几度吼，愈较有种田呢，老一批的同新的吼，下在今年沟通上的问题就是讲，老人家的传统的想法真难改变。结果妈妈谈到安尼讲，伊都可以马上就接受呢。对，但是比较困难沟通的部分就是在除草的问题。因为除草剂很方便啊，然后又省人力又省成本，而且你撒一次的除草剂可以维持好几个月。你如果要改用人工割草的话，人工的成本很贵啊，而且又要经常维护。可能我今天割完草，下一场雨，下个礼拜我的草又长长了。真的，有时节一惨的吼，一礼拜差不多4-5年全部都落去。是。结果我除迄个下礼拜某一年，马上草都上风了，真像无种过汹涌。系啊，所以人工除草真的是很考验人的体力跟耐性。全部除草也是妈妈一个人吗？没有，后来我就一直在不断的跟他们沟通啊。后来我爸妈他们就从一小区的柠檬园开始改用人工割草。然后人工割草割下来的草啊，除了可以当肥料，那他们也发现其实对土壤的保湿啊，也有很好的一个功能。而且我们柠檬园田里里面的生态也变得很丰富。就这样，我们后来就转型成完全不用农药、除草剂的柠檬。哇，真是有个观念真好也真先进的，迄没对你之前的工作有影响到，这样有按到一个好的想法啦。其实我虽然是念化工的，可是我就是坚持说，我觉得说，对于吃的东西，我们还是要很谨慎，就是要要挑选，尽量要天然自然的东西。因为你接触过迄化工哦，其实你底下讲其实。伫后背吼，对咱的人啊，吼，也有一个环境有某个影响，可是我们对也个也特别的注意嘛。对，是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当下加入的介绍，迄唔迄感觉到也真感动呢。伊咧什么嘢？回到卢卡，天数妈妈来处理，很多的细条啊，推广落来买一个摩托的内网，见到创业的精彩故事，让你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哟。各位好朋友，你看那个强悠悠细细的地方，竟然可以做一个创业咩？加入个创业之路都大很勇敢的，其实就请教佢咯。加入，他都有讲到啊，几个天数买地方，开始啊都係對司機開始從，係唔係？一開始的時間，我們只有在網絡推廣，後來我哋慢慢的鄉公所知道我哋屯媽媽賣檸檬，因為有請我哋去參加一些小農市集。像我哋的6堆客家運動會啦，還是板條節啦、豬腳節啊，對。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犧牲我假日的時間，然後來參加這些市集。有機會我就會去。哇，安尼講好了，都冇2年的時間呢，吼！平時上班2年的時間都去做市集，安尼。對。不過安尼市集應該算青島發通人都會參加嘛，吼。安尼市集參加好好，樣板想講我來開店，店面和同個做個市集，量有差別呢。差不多在經過1-2年的安尼擺攤市集之後啊，就會有客人問我哋講，你等有固定的地方本來就買嘛。然後我就想講，那既然我家裡在萬巒，我就在那個萬巒熱道的一條豬腳街，然後想說租一個騎樓，利用我假日的時間來回去經營。結果我爸爸有一個朋友，有一個阿爸，他就說要幫我們找地點，然後我就想說好，然後有天我回家的時候，他就跟我說，妹妹，我同你講哦。我屯去好店面的哦，你摕去萬巒豬腳街那吼，轉角的那一張要多錢？那時候我心裡就想說店面哦，那租金壓力會不會很大？後來我想說，那既然人家都那麼熱情熱心，都幫我們找好了，那我就只好硬着頭皮租下來。所以就這樣開始有了只有假日才有營業的週末店鋪。然後安尼本上，人想講，司機擺頓好好，一下跳到店面去，兩個冇共用咧，然後安尼，阿爸是在聽熱心的吼。對，那後來，我們在那個週末店鋪經營大概2年之後啊，就有時候就會接到客人打電話來說，我這條豬腳街都已經走3遍了，還找不到你們。
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迄咩摕掉拉国的，原本的那个 T 点的位置没安好，不明显。告诉我都想讲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到那个万峦热闹的这条猪脚街上哈，那也可以，是不是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？那刚好在201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店面要出租，那我们就把它租下来，也就是现在这个店面的位置。哦，你更加也个店面係前一擺辦到入邊咧。哦，啊，你能係做店面的時間啦，其實係提供能創業吼，係真辛苦無簡單的事情。嗰種談講啊，底部嘅裝潢啦、油漆啦，甚至於鋪擺全部係能自家來，係咪？因為我有一個老靈魂，所以我很喜歡收藏一些老東西。哦，那我們店裡的一些裝潢擺飾啊，大部分都是來自我家裡的一些老物件。像是我們店裡有一張桌子。它是我外公做的，那我外公也是日本石头一个木匠的师傅啊。以前的人拿生活没安好，或者用料没有那么讲究，那你时间久了，它的桌脚就自然就坏掉了。可是还是贪得结很，那后来就请装潢师傅呢，帮他修理一下，装上4只新的鞋子。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啊！我妈妈都会跟客人说，我小时候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吃饭写字的。哇！唐风嘞，你去草墩嘞，铁皮有感情嘞吼，多多好有听人哋慢慢的合作哦。有個店面的感覺，都同人哋合作共用，親有歷史、親有文化的感覺。很唐講啊，唔單止安尼哦，你是在這個材料還去做，這個去做係咪？這時間因為剛創業，沒有太多的資金，那我們為了要省錢，所以我們就自己開小貨車跑到台南去載了一整車的回收木材。哇靠！對，安尼鐵三房的吧？對，屏東當安尼4噸人的柴去到台南來載過來，安尼咁放喺來。後來啊，載了整車的木材，結果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了，然後換輪胎，然後加坐吊車的錢，算一算其實也沒有省到。QQ 啊，都從差唔多變到很明追過來，很過快來吼。對，但是是一個很好的回憶。哦，也係一個親人的印象，有一個回憶啦吼。這個做出來一個店面，安尼除了安尼，你們店面底部還有冇個特別的地方的特色呢？那邊店裡面還有一台腳踏車，也很有歷史。就是我們萬巒街上有一家超過60年的理髮店，給理髮師傅啊，已經80歲，然後他到現在還在幫我90幾歲的爺爺剪頭髮。對，因為我會載我爺爺去剪頭髮嘛，然後那個叔公，我都叫他那個理髮師傅叫叔公，他知道我很喜歡他的店裡面的古物，尤其是那台腳踏車。有一年伊都同我講，妹妹，我這台腳踏車送唔好嗎？哇！對，原來就是他因為年紀大了，要騎那種傳統的腳踏車比較不方便。那後來我不好意思，我也回送他一台淑女腳踏車。阿伯騎個淑女車安尼啊？因為夠好騎啊，夠好跨上去啊。哦，真是。然後其他像是我們店裡還有100年的大板凳啊，然後一些老木櫥啦，也就是我們店裡每一個物件啊，都有它的故事。安尼唐風咧，真是一個地部店風的風格啊，就像人哋更加講的文青的風格，係咪啊？對，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把我自己歸類在文青風格那一派，就是單純只是想要營造一個很舒服，然後我自己也喜歡的空間，然後讓客人可以進來喝飲料啊，休息一下，歇歇腳。講到安尼啊，其實你哋店方通安尼講，應該都係迄個親溫暖的感覺嘅嘛。不過最重要，店面底部最重要係講唔能嘅產品買嘛嘅錯嘛。底部更加涼水，底部有買嘛嘅涼水。我們很受歡迎的有一個叫家樂3寶，就是愛玉檸檬、冬瓜檸檬跟凍檸茶。哦，對，就是第一次來我們店裡，我們都會推薦給客人喝。100都可以吃3杯啊呢，係咪？也有客人是真的可以喝3杯，100都全部了，10塊那斤，係咪？對。你有個檸檬啊，用板去調出來，這個有一用板嘗試啊。因為我就是認為說你好的食材，它不需要太多的添加，就可以做成好喝的飲料。所以我們的食材用料上面，我們都很就是堅持要用天然的。然後像是除了我們的檸檬藥沒有農藥的之外，我們的檸檬汁一定都是現榨的。所以我等各種人來我們店裡的時候都講，哇，你們店裡好香哦，都充滿了檸檬味。然後像是我們的糖啊、冬瓜露啊，還有果醬啊，都是自己熬煮的，我們不用現成的材料。像我們的鳳梨醬啊，就是用無農藥的鳳梨自己切丁煮成果醬的。還有茶葉，除了一定要用台灣的之外，
我们也都会亲自去到产地购买。然后像我们的红茶，就是到鱼池跟茶农选购的。哦，我连准备要去找了真用心，也真费功夫呢吼。因为常常我有个多人讲，你做吃的呀，要自己敢吃才可以卖给别人。可是我认为啊，做吃的除了要自己敢吃，还要更严谨才可以，因为我都要对人行负责任。按你发其实谈风嘞，点风其实生意还唔会差嘛吼。我说平时也要开，2年的时间应该也要开，好冇？更加人的人数有1多人啊。等更加店的一共加我有4个人。我说平常是有3个人在点风，平常的时间有3个人，我都上班，我只有假日才有回去帮忙。你也跟头家都也2年的时间才会出现，而行动人家2年的时间才见得到。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创业的一个概念啊，就是不是说我只有是我自己是老板，其实大家伙伴都是老板，对，那也都是很用心的在经营，所以不分平假日。你也就像他创业的伙伴用蛮深多的喏。我们店里面啊有一个女力，她是台中人，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的昵称都是叫她女力。她是台中人，那她学校毕业之后，因为她很喜欢我们南部的生活的步调环境，所以她毕业之后就选择留在南部发展。那后来就和我一起回乡创业，然后另外还有一起经营的是我堂妹，她原本在台中的饭店工作啊，后来也是讲归去万蛮同埋天数安尼，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创业。哇，安尼搞咯，你的店的啊，但将推广这个菜体的农业哦，还真是有很多天数都跟人讲的返乡青年，系咪啊？怎么跟其他的伙伴们做女力，已经有联系吗？因为我们平常我有时候不在店里，然后很多一些大小的事都是他包办。那他个子小小的，可是他可以做很多像是搬柠檬啊、采柠檬啊这些比较出众的工作。那我们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女力，真是店方有一个人提给我，真是真好呢哈。你讲咯，谈讲啊，除了凉水，店方除了卖凉水之外，还有卖其他的东西，系咩啊呢？一开始的时间啦，因为俺的柠檬的销量啊跟不上量产时候的季节，过时候俺妈妈她就会把它做成柠檬干，还是柠檬醋呀丢。那像我们店里比较受欢迎的是有一种叫柠檬原味片，它是用低温烘干的方式来做的，很适合泡水喝。那要甜的时间呢，你可以泡成柠檬水啊，加一些蜂蜜啊。很甜的时间呢，也可以泡红茶、绿茶，都很适合。真的吗？等一下我制作单边条都有同学讲，有准备那个，那个唔免讲那个有柠檬片。柠檬片，哦，哟，浸泡呢，切在暗泡哦。对，哇，因为其实它是因为干燥之后，所以看起来变得比较薄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你看，那浸泡的柠檬呢，看得到对面呢，哦，那你看那上看那些那个柠檬，是不是真的从讲安利开？是这样安的是吗？可以，但是吃起来直接吃的话会比较酸。哦，有些人怕酸，但是其实它吃起来直接吃很像柠檬饼干的口感。那你吃过那些？观众朋友有糖豆跟上柠檬，真是像冰的功用呢。对，用慢那个柠檬可以做到安尼啊。因为我们为了要保留它的营养成分啊，就选择用低温的方式来烘焙。那所以它烘出来的味道呢，就是比较天然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，然后吃起来就会很像柠檬饼干原味的那种感觉。这种的清澈呢，中间呢一般是那个果干哦，无嘛功用，有的果干啊更软一些。调到适合伊的时间，真是给柠檬的原味都含在底部呢。安尼制作单位啊，提供新贴心。有个柠檬，迄唔系要按呢新鲜的柠檬去做出来的。如果按呢切成大概这样的厚度去做出来的。哦。所以你看它的水分流失之后，干燥之后就会变得比较薄的感觉。哇，对，按呢一片啊变做暗泡泡的一片。嘿。哇，按呢伊在做伊在柠檬可以做一大片按呢差不多。一粒柠檬差不多可以切6-7片。6-7片按多。也唔会算轻多呢，伊粒柠檬按太了6-7片。哎呦，而且成本够高呢，因为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厚度，这样子喝起来比较有味道。哦，底部也冇加嘛个东西嘛，就甜甜的柠檬。嘿，哇，真是贵好呢。按你讲咯，
做成也个干的柠檬片啊，对其他个营养会不会有影响啊？因为我们是用低温烘干的方式，所以并不会破坏它的维生素。那其实柠檬的养分有很多啊，它除了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之外，然后它还有天然的果胶。那最重要是柠檬皮，它有很多的柠檬多酚、柠檬苦素，还有类黄酮素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。所以我们认为说是要摄取柠檬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喝。当然，如果可以，最好还是要选择无农药或有机的柠檬。观众朋友，讲到鸦片，是不是最早的呢？夹夹来泡一杯柠檬茶，休息一下，见到柠檬的故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假如今日的店的啊，除了好食的凉水，还有请用心的准备今日的食材哦，都带今日用心。喺店内呢，继续来请教佢吧。假如前面有讲到啊，你的店方全部的东西喺这个准备嘛，包括个食材啦，桶也喺这个煮的，系咪？嘿，买的那桶啊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啊，其实很方便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糖。但是我们还是很坚持要自己熬煮，虽然自己煮糖很费工又很费时，而且要小心顾火，不然一不容易就很容易烧焦。可是自己煮的糖啊，就比较天然健康，而且那个香气真的冇香庸，会香哦，系啊，还记得以前妈妈在煮糖水的时间呢，最好起下在顺了，因为嗰味道太香诶，我炒香了，睇隔壁连烧全部批的都嘅香味呢。系啊，安尼假咯，除了安尼，人这个炒糖之外啊，迄面还有柠檬还有加嘅蜂蜜的。系啊，我哋咧蜂蜜面系跟蜂农合作诶，从我哋都请到南投的蜂农。因为这边有中规斗的荔枝，那我们其实一刚开始也试了很多不同的蜂蜜，像是大家比较常吃的龙眼蜜，可是龙眼蜜都花香味比较重，我的荔枝蜜呢，它比较清香，尾韵比较偏酸，跟我们的柠檬比较搭。嗰种你们店方也有安尼卖嘅蜂蜜嘛，错冇？系啊，我们也是一定要用纯的蜂蜜，可是纯蜂蜜你很难从外观去辨识它纯与不纯，比较难被仿造的就是说。真正的蜂蜜它是有比较很丰富的氨基酸跟酵素，你只要把它加一点蜂蜜，然后加一点开水摇一摇，看看有没有像啤酒花那样绵密的泡沫啊，那个泡沫要很久不会消失，才是纯的蜂蜜。嗰時有一把嘅泡啊，叫唔會散咧，真係純正嘅嘅蜂蜜啦。嗰度頭安尼看到，想講，連這個種檸檬，好像這個學蜂嘅來做蜂蜜來賣哦。以前呢？有，可是因为以前的我的柠檬园有放蜂箱，可是因为我的磨砂有给俺妈妈在长柠檬的时间，它就很容易被蜂蜜去叮咬，然后虽然没有毒，可是还是会痛啊，会唔爽快啦。对，所以我的后来都没有放蜂箱。你头头有讲到这个种的柠檬差不多有2价嘛，你更加点的生意安好，你这个在产量富的多哈。一开始的时间我的生意冇安好，所以。经过要2年以后，我们店里的生意比较稳定，那柠檬的用量也比以前多了。但是我爸爸妈妈这2年因为年纪比较大，体力有限，就把农地转做其他的用途。过去我们去甲种的柠檬产量都亏少，不够我们使用。我都请了一些跟我们理念一样无毒耕种的小农来合作。然后我们会像我都会亲自去他们的田里面拜访，看到他们种植理念那边团的穷用。冇沙优给，冇用除草剂，冇用化学肥。有时间来，爸爸妈妈也都会穷哈希跟果农就是有一些种植经验的分享交流。像我们最近有跟一个南投的果农合作，他也是返乡青年，那他的柠檬园呢，会种在那个半山坡上，所以每次要采收的时候，他都要用单轨车才能把柠檬运下来。然后我看到他在这么困难的环境，然后还要这么坚持的去他的理念。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然后也很舍不得。也有一种想法係講，同樣有人同有相同的想法去繼續嚟行這條路，也有種感動的感覺啦，吼。因為我懂你，其實我問阿公，你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堅持用不用農藥，然後又要沒有除草劑的檸檬？那像現在安全用藥或者是零檢出的檸檬也很好啊。但是我除了我的想法是我會這麼堅持，是因為
我除了想要做一个安心的饮料，我也希望可以延续我妈妈的初衷。因为我们过来人，我们提供无毒耕种的辛苦跟困难。假使要对农民没有人去支持他们，是不是他们就可能会很难坚持得下去？真是，因为行业条路，俺拢伫讲，种摩托嘅基本上都可能无安好卖出去嘅。假使讲大家都无支持嘅话，俺能越来越难，使到一种摩托嘅农产品，错冇？去用办去请到一个小农，去合作，米咧这个去请嘛，安尼会唔会请快请嘛？也好险，我有一个不怕麻烦的精神。伊咧去请跟农夫的天数嘛？我就会在网络上，还是人家介绍，讲啊，那边有种，那家有种磨砂有个雷木，俺如要去给家看看咯，还是同跟农民聊天，可以在那边整那些磨砂有给。然后另外呢，其实我每年都会固定的把这些柠檬送验，就是除了我要让自己的产品呢更有品质把关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我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安心。你用办去看到技能讲，技能真是无杀药嘅，因为佢迄个时节一定唔会杀药嘅呀。假使讲真是佢有杀药嘅，你用办去分有同无嘅差别喺哪？其实还是要观察它的四周围的环境啊。最主要是说，你如果没有用药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些喷洒的，可能就不会有那些瓶罐农药的瓶罐，然后一些喷洒的设备。对。从个角度，都真是底下讲，佢可能真是无杀药嘅。你再看看你树上的柠檬，哇！大部分都是那种丑皮的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真的就没有撒药的。行业去看一下那个苏丹风的柠檬，从人哋路卡用，都错嘅，都有怀念的感觉，都错，唔错，成日嘅都错嘅。你讲咯，人地杯凉水啦，用柠檬的干，买到新鲜的柠檬哈。有我的店们会把那个漂亮、比较耐放的柠檬挑选出来，然后卖给消费者。那消费者呢，他回去比较好保存。你保存，人哋讲柠檬，用办去保存，因为唔係冰啊，摕起都好下去，都可以冰一段时间嚟，影响地不係安尼呢。其实柠檬的保存啊，最好的方法还是要放冰箱。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说，你把柠檬买回去，你要把它用一个塑胶袋或者是保鲜盒把它密封好，最好还要再垫上一张餐巾纸，保持干燥。那你这样子的大概可以保存2到3个礼拜。对，因为柠檬它的果皮很薄啊，那如果你放在室温下，一下给果皮都早黑的，也可惜了它的柠檬皮的养分。你们卢卡种的柠檬是哪一种品种？应该有青岛种的柠檬吧？因为台湾比较常见如油籽柠檬，然后就是尤加利，然后还有台湾香檬。那我们种的是无籽柠檬。那其实无籽柠檬真正的名称是莱姆，那因为种在我们台湾这种热带的气候，所以它种起来会比较绿，然后我们很多人也会称它绿柠檬。嗰時候你哋都買買到嘅，睇人哋點好買到嘅，都會有嘅個鋪嘅萊姆，皮個鋪嘅。唔過我有聽講呢，咁咯，人家有嘅我講，我檸檬我先嘅皮個盤呢，咁嘛嘅我有安尼嘅差別啊，係唔係皮個鋪嘅個好，又係講皮個盤嘅個好？一般柠檬越光滑，表示它的表皮越薄，果皮越薄，然后里面的汤汁也比较多。那如果是表皮比较粗糙的话呢，那就代表它的柠檬精油包比较多。那你切开来的时候，可能它的柠檬皮就会比较厚一点。就像呢，主持人你看，也个愈黑个破皮的，也个愈黑比较。有柠檬包精油比较多一点的。咁咯，等下唔頭都有講嘛，皮個講法嘅，個鋪嘅喺水果度嘅檸檬，順後嘅皮個粗嘅喺皮個盤嘅嗰種精油個度嘅檸檬。安尼眼啲嘅，其實兩種都好，唔過看其他嘅用途係咪？水嘅地部嘅水，果汁個度嘅都先嘅皮個鋪，個皮個油個講法嘅。假使講用精油嘅做其他用途嘅，人可能都會先嘅皮個盤嘅個粗嘅，係咪安尼講？我媽媽如果講，越破皮嘅，然後就會像女孩子的臉蛋咧，按緊按漿嘅。就是柠檬汁越多的。那如果你是要它的表皮的用途的话，要果皮的用途，如果通牙嘅比较看起来比较粗糙一点，那它的柠檬精油比较多，也比较香。原來啊，人都用過奇怪，因為有人同我講，
内蒙哦，要先个皮个喷的。啊，有人同我讲哦，像头头家拢唔讲个皮要先个铺的，但都免讲奇怪，到底要先哪一种过后，唔免强用迄内蒙啊。如果看每一间你的用途冇强用啦。哦，家咯，和唐讲啊，唔能点方有一句话可以做唔点方个精神系咩安尼？系。也记法路迄内蒙迄阿美神风嘅米西，迄带爱归乡嘅几条路。哇，也记法真是唐风嘞，真有感情，真有味道呢。迄你自家写的吗？迄安尼吼，因为我们新店铺成立的时间没多久，我们有参加那客委会辅导的醍醐五味好客屏东的辅导计划。同我们做视觉设计的个设计师呢，一定要推我们客家歌手，我们慢慢的客家歌手邱丽玲和好朋友，所以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请他帮我们提了这一句话。然后后来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真的形容得很贴切。真是的啊！你看也记法头头安尼讲嘛吼，内蒙迄阿美神风的米西，哇，太等几多路开个路，一条路，真是中央个歌场，一路行到更加个歌场汹涌嘛，唐风来都本来人讲江苏都，马上都点出，做嘛个会选择几多路卡，有本来人有一种喺客家中，看到人的放妹啦，妈妈也都温暖的感觉，哇，真是亲有感情。做人的点也係做人一個善也做一個精神，也記法真是幾好一啲記法呢。人有其他後生人講，其實來到鴉片啊，唔單止可以看到人以前條牌的東西，可能今日可以接觸到個新的一種溫馨的風格啊，今日會唔會安尼不時來？是，那的店面啊，就是常常会有比较年长的客人来啊，他都会觉得说，来到我们的店面好像回到了那种过去的时光一样。然后后上来呢，就让他多了很多机会可以认识过去以前条摆黑用的。然后我常常会在店里看到那个长辈，他就会跟他的儿孙讲。你看，我以前条摆都会骑啊，腿他茶上学，那个大童宝宝用的，那个板凳啊，以前用的，看到安的画面，我就觉得很温馨，好像有一种传承的感觉。所以讲，认识合作吼，也可以对人的点方开始嘛，吼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今本日呢，谈个家乐的故事，真是本人真感动呢。你看，一句话代表给贵州路卡天数妈妈买内蒙的故事，也顺势保存了我们客庄最头摆、最传统的米食哦。也感谢家乐去安尼天数我们路卡、天数我们客家保存了青岛好的味道。再一次感谢家乐带来安好汤的故事同安好吃的内蒙感谢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，也歡迎大家有閒就慢慢聊哦。好哦，安尼說咧好食的內蒙，今家咧停頓欣賞來運動一下吧。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好好運動嘅時間呢。我係謝諾夫先生，今日我哋帶我嘅好朋友攏係嚟準備人鄉下睇人小朋友鄉下來運動哦，準備好嘅冇？我哋開始運動嘅哦。首先我哋全身來做運動，睇人小人鄉下做手變好頭腦慢慢地變落來。仰上來，向後面哦。手打開來哦，前面就是它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後面是它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相當的好哦，也咪做腳，腳一樣上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做是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、8、9、10，相同的吼。继续，我哋同小朋友来做普通的运动哦，动作数标号些脚等等哦。我哋办些同生意呢，仲些教育咧安全又好教，一步一步来，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在后面是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100哦。前面是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倒退是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朴素相当的好，成功也同生意呢，向下我哋些培养感情。阿公阿婆同孙女、爸爸妈妈同小朋友，总是向下培养安尼嘅感情。继续安尼嚟用，也嚟开面天。生意呢，准备咧等你，也等你嚟问哦。虽然得游嚟游去冇危险，出现安尼书是得肯定小朋友嘅书，用客家话认识安尼数字1到10，安尼次看先呢看前面嘅数字，相当嘅好，再来100，等你嚟问哦，安全第一咯，7號，哎呦真好，記得安尼等你先得幫到哦，慢慢來哦4號，安尼上來慢慢你係1、2、3人在跳，好冇？安尼跳遠一些8號，安尼1、2、3人跳哦，8號1、2、3，相當嘅好，數。安尼用等小朋友都唔會強幫到，並嚟練習，培養跳嘅動作，認識目睭同手，安尼協調，身體嘅協調，安尼來看3號1、2、3跳，相當嘅好，注意安尼等你哦，也望安尼提打過來時，再嚟認識也嚟數字，用客家話運通，好。1號1、2、3，1號相當嘅好，安尼有些運動，有些認識安尼客家話，真好。2號1、2、3 2號，唔使人叫我慢慢來哦，來，安尼來用一片，提上來，準備好能跳下，安全第一咯，安尼要慢跳9號1、2、3跳，相當嘅好哦，愈來愈進步嘅有冇？安尼來10號1、2、3、4號，相當嘅好。也慢本身呢，即個安尼表述，因為習慣呢，也慢上來當行，即個來做安全梯，1、2、3，即個看咯，都差唔多最遠都多可以一個，最遠都8到3，來，也慢看數字，安尼8號1、2、3跳，相當嘅好。好，也慢來看7號1、2、3 7號，有相當嘅好。小朋友哋跳嘅點一下點一下。也慢來看是呢6號1、2、3 6號，相當嘅好，愈跳愈好嘅。繼續安尼來教安尼慢些教過嘅推跳，來。因為我哋運動一本身體用手來，所以我也慢嚟做一擺按停定嚟做，兩個耳弓，吐嘅耳弓，準備前面跳安尼都成功嘅，慢慢地來，兩角數變好來，準備1、2、3跳，慢慢地
相同的吼，声音的体力轻吼，比你多运动哈。再来一摆，手柄好来，准备跳。最尾一摆，跳啊个好，鼻炎跳个好，手柄好来。最尾一摆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睇一些保护位总体强帮到，继续安尼嘛喺慢些，亲好教的就係用笔啦，睇天嚟方乜嗰度一個跳步嘅，也嘛安尼準備好些，也落去面天安全又好用1到10，安尼先數先2隻腳，看到2腳就跳2隻腳，一啲就2個向下來，安尼跳一擺哦，2隻腳，簡單跳步嘅慢些有教育咧，先用2隻腳開始，相當好，打數平衡，再來一擺哦，2隻腳，安尼嘛是得，打開來，飛揚機預備開始。相同的也咧跳步嘅，但下我哋第一擺有些教1隻腳，來做示範哦，來看好來，也咧2隻腳，也1隻腳，也停慢啲咧停頭唔得咯，準備好誒，1、2、3，開始。相當的有成功哦，也慢慢嚟跳過去圈樣哦，準備好嘅冇？手柄預備開始，成功。最尾呢，我哋也嚟跳步嘅，我哋都是得來，睇人做係變成人哋來回一擺哦，來向下。係5，再過來，再看嚟哦，1隻腳嘅哦，5，相當嘅感謝別人。今日我哋好好運動嘅單元真好都係從我哋辦些睇人帶定聲人嚟教。首先要記得做運動，我哋嘅暖身就頭拿到腳做一下運動。第二，我哋同聲人嚟難定向下保持我哋感情，培養感情行路也好，跳也好，還有利用我哋海綿天，本聲人呢，等你愛等你哦。田登樹跳樹枝，認識我哋客家話，對1跳到10，跳係我哋是得本聲人呢，即個練習一些念出來，我哋些比咧樹枝，比認識也咧我哋客家話，再來我哋。慢些教嘅土語，也土語都是咧睇安全嘅海綿天，睇人跳係本聲人跳，聲人嘅體力輕好，我哋比你多運動幾擺，我哋比練習比你身體越來越好。再來慢些我哋要睇天內方用筆畫輕度嘅格哩，一格一格安尼。我哋睇人聲人有些跳格哩跳步嘅，今日介紹嘢咧又安全又好用，培養我哋大家感情。今日好好運動單元，先攞副先生同我哋委員向下批判大家運動，記得咯，我哋明日好好運動哦。